大家好，呢條影片會教大家點樣接駁同埋組裝光導感應器。首先要將三色電線接駁落光導感應器度，最淺色嘅線一般都係駁向 IN 信號引腳，中間就駁向 VCC 正極，最深色嘅線就會駁向 GND 負極引腳。安裝嘅時候，確定屋頂嘅大格仔係向住自己嘅方向。之後再將光導感應器安裝上去屋頂最右邊嘅窿度。安裝嘅時候請注意，光導感應器連住嘅電線係要向下方向嘅。螺絲今次會上喺近 IN 旁邊嘅位。對齊之後，同樣係上螺絲，絲母頂住螺絲底，用螺絲批擰實佢。擰實之後，再將電線穿過中間嘅罅隙。穿過罅隙之後，電線嘅另一邊駁頭係要駁向擴展板 P1 引號位置。記得要將 GND 駁向擴展板顯示 GND 最深色嘅位置。確保三條電線接駁好之後，光導感應器組裝就完成啦。